汤，爱手工粉汤。阿爸，阿贤，你阿贤拄到按拄好。上班讲到个熟通物，哎呀哈，真通用办啊，有用无？上班啊，我听讲的按多，我就想我做唔得青菜就熟通物呢，我要对佢條負責。故所呢，我先來去參加自古發通，我想要先了解佢條。哦，參加自古發通哦，按神奇嘅事情，嘅高上嘅應用嘅啊。我先來去上網查資料啊，因為呢有當到動物保護協會都嘅請志工，故所呢我就上網報名，能夠寫表單。我今年呢嘅協會啊就聯絡我。嗰人係去哪種嘅志工啊？我也下呢主要有做兩種志工。兩種。第一個呢就係去種下做志工。第二個呢。去做應用嘅志工。種下嘅志工咯，應用嘅志工。佢種下係去哪位啊？會一艱苦冇？其實很做得啦，就係去下遠嘅地方啊，聽說有條動物做一個養殖嘅動作，係冇錯呢。我同佢細聲啊，變數環境啊，韓國呢，我同佢哋嘅主人講，有條動物。啲手術過後，我做乜嘅，我注意乜嘅事情，咁做得呢，好好照顧一條動物。遐聽起來真是冇按過哦，我3心2意呢。既然第8迄個時間有請緊做冇？有我當緊做呢，我搶係負責啊，變數環境，能夠照顧一條動物，就無限次差誒。唔過啊，我看到一條手術過後嘅美味嘅話啊，佢條啲幾片血菌。我就知道，哇！我真經做得聽數幾條，我懂感動呢。安尼有感動嘅心就真好嘅啦。佢家下有講到呀，應用嘅志工，也有係乜嘅啊？一個應用嘅志工啊，就係為老動物辦送茶，韓國呢到現場過後，為擺好一個龍嘅韓國宣傳品，韓國呢。我同上愛來應用一條動物嘅人咧，來做一個溝通。對面呢，將變數一個環境啊，老動物辦送茶，再記得轉去，係呢。也真嘅是要耐心老體力呢。係啊。應該懂數哦。有一些些咧，唔講，韓國啊，唔係大眾動物都想愛同人做互動哦，愛了解佢哋嘅身體。將做得呢同來上愛應用嘅民眾做一個溝通，了解哪種動物係適合佢哋嘅。錯啊，冇聽大眾嘅動物都想愛參，都想愛同人講。係錯，唔過我做人哋先好啊，就先去做志工，看一下動物讓人互動起來咁可以用辦，將來想係唔係有啲不卡熟嘅動物？係啊，我哋做志工嘅時節啊，我就看得到認識一條動物，咩了解幾條動物呢？韓國啊，當日結束一個發通過後，我就知道，哇，都有成就感。係，有安尼嘅心係真好嘅啦，當中係有成就感。係啊。故所呢，我上先來去了解幾條。下後呢，有上愛應用啊，還係會上愛學動物。係會當講。係會當講。唔講係雙白地啊 ，IG 有看到，你上愛學鳥嘅係冇？我上愛學蘋果。蘋果。